进前金门2个出海掠鱼的民众失踪，人互中国救起来。今仔其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返来金门咯，也毋过另外一个是军人，身份特殊，佮留伫中国接受调查。金门的立委陈玉珍是表示讲，家属望讲会当去对方来探望哦，也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进前金门姓吴甲姓吴的钓客出海钓鱼失去联络，和中国海警找到滞留真侪天。23中昼12点外，消防伫金泉航道的水域完成人甲船的移交。伫无穿救生衫，姓吴的钓客顺利坐顺风艇返来金门寮鹿港，甲厝内底人团圆。另外一个有军人身份的姓吴的钓客是依然留伫中国。着急等待吴妈妈看到囡仔转来流目屎，母仔囝将有团圆啊，也感谢各方的奔走甲协助。你还好吧？还好吧？还好。身体状况还好吗？没有。姓吴的钓客顺利转来厝的，食妈妈传的这个猪脚面线。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这是两番增加善意的开始，也希望另外一个姓吴的钓客伫完成相关的调查程序了后，用尽紧转来厝的。另外，后生也留伫中国的吴妈妈也赶到现场，表达想要到中国看囡仔要求。希望说大陆那边能够说通融，我们能够加入去探视他啦。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没有看到人，毕竟心里还是会不安呐。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先协助探望需要一些药啊、衣物啊那我们相信他也是受到很妥善的照顾。那如果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我们的民意代表先过去跟他探望。对着外界质疑，甲中方是失去联络状态，海巡署强调，甲对方一直拢有保持密切的联络。另外，也袂转来姓吴的钓客会继续甲对方相关部门来联络，希望因尽快来接转来，甲厝内底人团圆。今天从这个对岸的这个船只接回我们的无锡民众等一下波特船也会回来，就表示说我们跟对岸其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伫马祖基隆乡有渔民出海时发现一只无人的已经并船的中国渔船，已经向警方甲马祖海巡队报案。为了保存船内物件，先甲船体刷到相关保管厂，等待失主来认领。真罕的看到这种扣着船的事件，就将是两番敏感的时期，也正做当地舆论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